叶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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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老婆，你回来了。来，你起来。对，我给你拿点醋。不用，死不了。哎呀，你看你。来，起来。你说说你，叶波，不去机场接我也就算了，电话也不接，我不在这儿几天，你看看你把家给弄的，这家被你给糟蹋成什么样了？你真是个大少爷。不就是破屋子吗？老子就糟蹋了，简直不可理喻，你这个人。你跑到剧组去，给我找了只小狼狗回来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呢？所以你才嫌弃我，没有去接你，把家里弄乱了，你嫌弃我是不是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哼，你好好看看。被我说中了，你说中什么了？我说中了。什么？是，我破产了，你现在又找了个备胎，你现在可以踢我出去了。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从咱俩认识那天起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你嫌弃我了，你他妈不就为了那点钱吗？叶波，你不是人！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一来呢是跟你商量一下签合约的事儿，二来呢你进入了超级帅哥的前3强，来庆祝一下。啊，签约的事儿我还没想好。李欢，这合约你可不能再推了，每个赛区的前3强都必须和主办单位的下属经纪公司签约。现在啊，可只有你一个人一直没签了。我总觉得签约呢就跟卖身契一样，卖给了别人。可你要知道，你要是不签约，他们是不会让你当冠军的。嗨，冠不冠军的，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关系，我就是玩票而已。李欢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完全看不透你？我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个千年老妖，或者是千年僵尸什么的。李欢啊，你可真逗。不过呀，你不签我公司，我也会帮你。陈姐，我去倒茶。哎，茶有什么好喝的？我呀带了红酒，今天我们呀不醉不归。来。来，李欢 ，Cheers。李欢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记得。在花展夜总会，你拒绝了我。
陈姐还记得这事儿呢，我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就脸红。姐明天回北京了，等决赛之后再回来。今天晚上陪姐好吗？陈姐，我可是坐怀不乱。李欢，李欢，李欢！陈姐，我是不是就是你那个男宠？李欢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是不会白白占你便宜的。我这个人，不管做什么，都希望做到最好，双方都得到满足，我才会面无愧色的交易，包括肉体上的。陈姐，你如果在古代的话，那就是女皇。我现在在我的商业王国里，已经是女王了。陈姐，我马上要决赛了，压力很大，我要回训练营了。好，等你得了冠军之后，我们再好好的。陈姐，我想回去了。李欢，差点失身了，这是什么阴阳颠倒的社会啊？怎么女人比男人还色？太恐怖了！在这坐会儿吧。李欢，你现在挺能混啊，因为超级帅哥，风光无限呐。我早就厌倦这种耍猴的日子了。你参加选秀节目，风生水起的，有那么多美女让你签名，送你鲜花，又围着你转，这不就是你理想的生活吗？我一直强迫自己适应这个社会，别人能做的我也能。可是我发现我越做越厌恶。我毕竟不是20几岁的现代人。其实，你也不用这么悲观。我在这个世界里感觉特别渺小，就跟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。人类本来就是猴子进化的嘛。可是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现代社会，他们所思所想跟我相差太远了。这正是我没有跟他们签约的原因，他们迟早会淘汰我。我想退出这场游戏。可是锦绣的星光大道就在你的眼前，你只需忍耐2、3周而已。我实在不愿意跟太多人接触，让我觉得烦躁不安。我很害怕跟别人打交道，真的很厌恶。我更不愿意跟娱乐圈里的人交往，真是厌恶不堪。李欢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开心，过得快乐。芳芳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嗯？这个世界，我似乎看清楚了，却又好像什么都不懂。唯有身边的这个女人最真实。小公狗，你又来了。叶家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不像你朝秦暮楚的。朝秦暮楚那都是过去的事。从今天起，我当你的面发誓，从今以后，一生一世只对你一个女人好。
谁信呢？1000多年了，只有这个禅房还保持原样。夏月这个淫僧，就是在这儿玷污了朕的妙莲。周一，你胆子好大，居
居然敢背着朕跟那个淫僧苟且，就不怕朕诛你九族吗？你在哪儿呢？李欢，你在哪儿？我们不会是在地狱吧？我们不会死了吧？啊！疼不疼？啊疼！你傻呀，死人能疼吗？不能。没事儿，跟我走，我不要怕。天哪，这是哪儿啊？估计我们是误入墓穴了。误入墓穴一般有2种死法：一，中机关暗器而死；二，中毒缺氧而死。现在盗墓猖獗，听说本市还有很多墓穴没有被挖掘呢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发财了！天哪，你这个蠢女人，这个时候还做盗墓发财梦？朕的墓穴还不知道被挖了多少次，最可恨的就是盗墓贼。遇到盗墓贼才好玩呢。你别怕，没事的。开玩笑，我能怕？小爷冯大胆儿。哎，看那边。好黑呀！别怕。怎么了？不用怕啊，来。刘玉，刘慧珍，如此凶残，岂能为君？慕容熙，萧让业，萧宝卷，刘子业，浮生，这么胖，这些都是有名的宝娟啊！我们是不是会发财啊？这里应该有很多陪葬的金银珠宝吧？对，小心点！哎，哇，机关！别走！这是奇门遁甲盘。奇门遁甲盘，什么东东啊？奇门遁甲盘术呢，
是古代的一种玄术，它可以控制人的生死。这么厉害？天盘、地盘、人盘，修门、伤门、死门，中间写的什么呀？哎，小心有毒！哎呀，没事儿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控制人的生死。这才7个人啊！中间是什么啊？千万别按啊！蠢女人，风采二货。给我！我的，我先看见的。我可不想回去，就算回去了，我的皇后也是叶家呀，也轮不到你呀。